1979年10月2日，当时韩国总统朴正熙遭受当时的中情局长刺杀身亡，这个消息让全国着惊。朴正熙挖苦政变取得政权任期内，和韩国经济快速的成长创造汉江奇迹。经过伊独裁执政，和真济人怨叹，最后和上届4年的部属刺杀。现在要叫朴槿惠后来嘛成为韩国总统。1989年10月2日，华航一台花莲飞台北的班机伫花莲关秀林乡山区失事，载落去了，几条飞机爆炸捣毁。机身全毁，飞机顶面有54人亡心，家属得到消息了，悲痛万分。2013年10月2日，叙利亚首都附近水亚迪巴拉达一间清真寺外口遭受到汽车炸弹的攻击，至少造成40人死亡，几啊10个人受伤，死伤惨重。当时叙利亚爆发内战已经2年啊，人民的生活是有够艰苦，到即马犹原还未结束。